大家好，我係展銷王聯盟 Edward。今日係2025年10月23日，同一間物流公司，我已經去過5次，舊客戶對我產品已經見慣見熟，生意比起第一次只剩30%。今日分享我如何用3轉策略喺衰退中多做2000蚊生意。呢次我哋5間公司聯手做咗3萬幾蚊業績，但對我而言面臨2個嚴峻挑戰：一、客戶新鮮感流失，員工對我產品不再好奇；二、客單價下滑，280蚊以下細單佔超過1/3，以前係少於10%，點算好？今次決定實測3轉策略。第一轉，轉貨，我新增咗肉丸新產品線，俾舊客戶帶來新鮮感，刺激新嘅購買需求。第二轉，轉人，因產品變多，我增派1位同事，確保服務品質與銷售力度不下降。第三轉，轉陣，重新規劃攤位設計，俾新產品獲得最佳展示位置。結果係點呢？雖然總體業績仍比巔峰期低差唔多一半，但因轉型而多賣2000蚊，剛好 cover 咗新增人力成本，驗證咗一樣嘢：員工展產品生命週期等於客戶新鮮感除以拜訪頻率。當你發現客單價明顯下滑，小額訂單增多時，就是必須轉信號。如果你都面對業績疲勞期困境，現在就掃描影片二維碼，加入展銷王聯盟，我哋一齊研究對抗客戶疲勞產品策略，令你員工展業績持續滾動，長做長有。